看住這些歷史畫面，17世紀的荷蘭人為一株鬱金香傾家蕩產。1929年紐交所門前絕望的人群。2021年年輕人在手機上狂買 GameStop 股票。這些瘋狂場景背後都藏住同一種人類本能，從眾行為。今天我們將揭開金融泡沫的心理密碼，並找到抵抗群體瘋狂的方法。想像一個心理實驗，房間裏有8個人，其中7個是演員。實驗者問：哪條線段最長？演員們故意指住錯誤答案，結果75%的真實受試者會跟住說謊，只為不讓自己被群體排斥。這就是著名的阿希從眾實驗。在金融市場裏，這種恐懼被放大了1000倍。當身邊所有人都在賺錢，你敢不敢越？等等，這不合理。2021年1月，華爾街的對基金們正大舉做空 GameStop， 但 Reddit 論壇上的散戶們發現了獵物。如果我們集體買入，就能逼空頭爆倉。短短兩這家瀕臨破產的公司，股價暴漲1600%。交易 App 的開戶數激增，大學生用助學貸款買股，理髮師談論紮空戰術，直到監管介入，泡沫破裂，數十億美元蒸發。這不是特例。從比特幣到 NFT， 社交媒體時代的金融狂熱總遵循相同劇本：一個誘人故事，推翻華爾街暴政； 2情緒傳染，網紅喊線，FOMO恐慌； 3自我催眠，這次不一樣； 4流動性陷阱，最後的接盤者買單。現在請跟我做3個心理練習。第一，當你聽到這次不一樣時，立刻想起1929年投機大師歐文費說的名言：股價已進入永久高原期。他在大崩盤前1個月說的。第二，把你的投資理由寫成備忘錄，如果其中出現大家都在買，可能會錯過這類詞，撕掉它重寫。第三，讀完這份財報前，不允許自己打開交易 App。記住，市場越瘋狂，理性越稀缺。當99%的人忙住追漲殺跌，那1%的孤獨者正在悄悄繳下個10年的財富版圖。下一次當你聽到同事炫耀加密貨幣收益，看到社群媒體的暴富神話，請想起17世紀荷蘭港口的那批鬱金香球莖，他們最終腐爛在船艙裏，而真正的財富永遠屬於那些敢於對人群說不的人。